大家好，我是贵贵，相信大家都有使用国道的经验。但是各位可能不知道，去年国道就发生超过3万件的事故，其中 A1 类72件 ，A2 类2076件，造成重大伤亡与民众财产的损失。在此呼吁大家，无论是驾驶或乘客，上车第一个动作就是系上安全带。然而，究竟安全带能为您带来多少的保护呢？在许多撞击测试中，都明确地指出，发生撞击事故时，若未使用安全带或未正确使用安全带，都比系上安全带的伤害更高。而后座未系安全带，更可能造成前座驾驶的2度伤害。在国道上，如果未系安全带，政府会处以新台币3000到6000元的罚锾。另外，在国道上，因为车速较快，开车时更是需要聚精会神，但是长时间的驾驶可能会产生疲劳感，往往导致致死率较高的事故。因此，当我们连续驾车4小时，至少要休息30分钟，若采分次休息，每次也不得少于15分钟。而且，夜间行车肇事的严重程度也高于日间约2到3倍。因此，如用路人开车出门，请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。各大服务区都欢迎用路人来使用休息室休息，避免疲劳驾驶或精神不济而降低专注力。请记得上国道时系好安全带，并切勿疲劳驾驶，这样就能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哦。高速公路局关心您。